Cies papri ai kepin an Soli ai apin an cies Sa ayai kabisuin Lalu manu farutu Ku papri yes kepin an 各位组内最敬爱的家人，我们的信仰长辈，像圣经所讲的，他已经走完了世上的路程。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的家人，包含了我们的牧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以及认识他的人都非常的不舍。我们的长老，他就像是上帝派来最特别的天使，来跟樟树教会一起服侍，一起来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老也像是最特别的一道彩虹，来爱着他的家人，来爱着台湾这块土地。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邀请更多他的朋友来参加。其实人生在世上，就像摩西所讲的，是非常的短暂，70岁、80岁，其中所经花的只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第12节，摩西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在长老娘的身上，在孩子、媳妇、孙子的身上，我们进来的长老绝对有谈论过。如今他习的世上的劳苦，现在成为上帝怀抱中最快乐的天使。那紧接着，我们谨以鲜花来放在我们最敬爱的许长老的身上，每一朵鲜花代表我们对他的不舍与怀念，也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生命就像手中的花朵一样，都是短暂的，可能只有2天、3天，但是我们要用我们有短暂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上帝。那这次我们就先请教会的牧师以及长老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家人来向许长老来献。教会的同工还有吗？师母，好，我们谢谢师母。那紧接着我们就请妈妈带领所有的孩子、家人，也一样到服务人员的手里拿着花，摆在灵柩里面。好，所有的家人，叔叔，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这首诗歌是非常棒、非常棒的诗歌。我们来到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但是耶稣却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先盖棺。当盖棺的时候，我还是要留一点点时间，让所有的家人最后一次瞻仰我们最敬爱的徐长老，在牧师盖棺之前。好，家人可以靠近一点看爸爸。如果有什么彼此亏欠的，我想今天我们的徐长老已经全然的放下。如果我们对爸爸要说道歉的，也应该说了。跟爸爸说我爱你，跟爸爸说对不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爸爸说，我们还会道相见。好，那最后我们就请牧师来盖棺。牧师盖完棺之后，还会请牧师做祷告。来，믿도록给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诚然，就像你话所说的，人生在世不过是劳苦愁烦，主没有可以夸口惊夸的，而主因着你爱的缘故，你赐这位长老的生命。过去这70年的岁月以来，他到我们中间来，造就我们，陪伴我们，主也养育我们。主事实上，现在的主上帝，我对这位长老的离去，不仅感到悲伤，我们也为教会实在来说，他的离去也是教会很大的损失，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长老的典范，成为我们的帮助。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他放在教会当中，成为我们好的同工，曾经陪伴自己的仆人，经过事业的幽谷。甚至在最沮丧的时候，他带来安慰跟鼓励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情景，他曾经也在家人的生命当中带来极大的帮助。如今，主愿你再次接纳他。主，我实在相信，诚如你的话告诉我们的，他的离开不是结束，而是将来我们要再一次在天下再相聚。谢谢你带来如此大的盼望，因为你在复活的日子里面，都求你来纪念。谢谢主，愿你继续来托带，愿圣灵继续带来安慰。像我们看见的今天上午，你极大的荣耀跟荣美，就像周丁做极其美妙的工，吸引我们的心智。继续来仰望你，继续来敬拜你，夺我们的心，叫我们这次感受经历到你极大的恩惠。谢谢主，用复活的荣耀再一次临到我们中间。如此祷告，感谢是靠耶稣的名，阿门。那这时候我们先请牧师到前场，好，牧师到前场，长老。所有的家人现在就是只有我们留在这里，好，那整个入殓也已经完成了，待会儿就是告别礼拜。那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妈妈也起立，好，我们一起向徐长老，我们最亲爱的父亲、最亲爱的家人行个鞠躬礼，好，鞠躬礼不代表是敬拜，不代表是偶像，代表他是我们的父亲。
他用一生来照顾我们，他最后今天要离开，我们理当跟他行个鞠躬礼，就像我们在学校看到长辈我们鞠躬一样。好，来，我们一起来。好，我们谢谢徐长老用他的一生来陪伴呵护我们。那这首家人，我们就往前唱啊。辛苦来到这里，愿上帝纪念各位的辛劳，愿上帝因着各位的陪伴的缘故，让上帝的恩惠继续临到我们的中间。牧师这边有个小小的报告，就是今天上午高美在开会，就在7点半的时候即将的来进行在进行过程当中那转发这边其实有严格的规定。今天在灵善厅，从我们一开始进来从我们一开始进到这个会场就开始那这个厅就无法在这里喝水，连饮料都不可以，因为是会违反叫做全程戴口罩的规定。所以假如您真的是很不舒服，想要喝一口水没有问题，就请就到外头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迅速的来喝几口水，再回到我们的场内可以吗？那这个部分在我们手机上都有手机，为了要让我们的仪式进行的很顺畅那麻烦请各位将您的手机调到正状或是静音的部分让我们在每一个环节进行的时候一个圣灵的带领，让就是很平安的、很顺利的将我们今天所有的程序进行下去。如此也是尊重每一位想要特别在这段时间在思念上面一起将我们的目标对齐在上帝的身上。就这样报告7点半会即将来进行今天上午徐建马长老告别的仪式。这样的报告。Yang terjaga catatan ataupun sinano jatuh sahabat anjing mengenai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阿刷萨提耶稣成为安，乌拉拉尼卡多，说念卡多，念卡多，saya pakai mi itu konan ku cuma cuma awai ku tak pakai rai ku makan semua tapi kalau memang atau
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是kakak diam, lalu maaf, undang diam, lalu maaf. Ini kami hormat 为着我们敬爱的主内弟兄许清宝长老举行告别丧礼。那来耶稣，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亲自带领今日的这一场丧礼，使我们能够从机会开始到结束，在你的圣灵带领之下，一切顺遂。我们用着恭敬、虔诚的心，来将今日这一场告别丧礼交在你的手中，愿主垂听，也带领。谢谢主，来这样祷告，也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求。14章13节的后段。好，路加福音11章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轿子里，或是头底下，总是放在灯头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的眼睛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的。若是你的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个书，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来，说能够复习，明白，多少复习。我这个祈愿跟安慰人，赏赐平安的上帝，亲自安慰许长老、主跟他的亲友们。我今天感谢上帝在疫情的保守之下，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为上帝继续告别礼拜。正如在前几次许长老的谱上跟他的家人所分享的，我看许长老这一次的就是受伤的期间，看怎么从一个牧者角度立场去看待许长老他的离世。我曾经分享是说，好像看到一个勇士，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凯旋回到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个住处。好像上帝会在那个为他预备的住处那个地方来等候他自己的勇士，然后这位上帝，然后这位我们的生命的大元帅，为他带上他生命的光。我实在相信，许长老在这些年来，虽然在他人生的后半段的时辰当中，受尽了疾病的所苦，我看仍然非常的勇敢。在几次的探望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跟我说，牧师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也跟他分享说，许长老，你躺在病床上面并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可以为你的国家、教会、家庭，甚至为曾经一起跟他服侍的在下，来做更深入的祷告，托住教会在疫情期间许多的艰难。因为有一次我跟他讨论的时候，跟他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到第8节这样说：那美好的教会已经打破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系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出现。
说完这个圣经这节圣经之后，我们好好祷告。我们今天早上，我宁愿用一个看待一个谢尔的长辈前辈，带着一生的铠甲，光荣的铠甲，更加接受上帝为他带来这个非常大奖赏的冠冕这件事情。常常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我们读到嘹亮这个字，那也读到好的眼睛这个字，就知道吗？如果当然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候的希伯来文，就是耶稣他本身的那个族群来说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好的眼睛叫做慷慨，它的原文的解释是这个样子，好的眼睛叫做慷慨，当然坏的眼睛就叫做吝啬，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因为徐长老有慷慨的眼睛，因为徐长老有慷慨的身体，因为徐长老还有慷慨的许多的好的作为，所以他全身就嘹亮。这个经文，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大概在4、5年前，大概在5年前左右，或者在4年前左右，曾经使用过的。我记得是那个弟兄老弟兄跟徐长老也有关系，是徐长老的好管算老弟兄。曾经在这边分享，他用他嘹亮的一生去告别他在世的时候他所爱的每一位家人，跟他的所爱的教会，跟他所认真工作的职场。那通过今早这一出经文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一起来思考许长老他的人生所带给我们的学习的典范是什么？因为从今天开始，都是他刚刚离世的那段那个开始，那个时刻开始，他就已经是告别他嘹亮的家庭。许长老已经告别他嘹亮的家庭。我们说，常常会听到人们这么说，就是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这句话是在说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不同的困难的意思。那据我所知，许长老用他一生来努力工作。如果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他很努力的在新北市的戏子挣得2床房子。同时，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娶回了一位美娇娘，跟他结离了，成为法妻。昨天晚上询问了45年的时间。同时，他也告别他2位非常骄傲的孩子跟女儿。同时，也告别了他恩典的后裔许人。我真的相信这位长老无论在他病床上，还是在他还可以行走的有能力行走这段时间，他或多或少是跟不同的人有所接触。同时，我也相信他也交代好他所有的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在阿美族里面，很少有这样子，在生前就已经把事情交代好。我曾经有一次在我自己的师母的兄长，为他举行一个生前告别礼拜，这个比较前卫的做法，我们一般人很难接受，生前还可以活着的时候就先办自己的告别礼拜的方式。可是这是在
在那个当下，我们用这种对家人诉尽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对家人道尽他的人生的观点，对家人去分享他的信仰的点滴，也去分享他的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这个世上。我在徐长老的身上也看到这件事情。他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对他家人，在诉说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似乎在提醒他的家人，自己又在提醒在下说如此的正视死亡，才能够享受而且珍惜我们美好的生命。告别他嘹亮的家庭。第二个，他也告别他嘹亮的歌声。昨天晚上在徐长老的府上，我们有谈到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启示录14章13节的后半，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是在读这个经的时候，我立即的就想到徐长老他也有一部好歌喉。徐长老是少数，他这个年代、这个阶层当中非常熟悉马太安部落的13段的丰年节，我不把它称为丰年祭，丰年节的这个歌谣，总共13段。他在那个那一代的那一辈的他的同辈的当中，他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是佼佼者。我曾经有幸跟我的好朋友李路弟兄去到徐长老的家，亲自去听他唱这一段歌曲，也亲自非常大的荣幸被他教授那个13段的舞蹈，每一段应该要怎么表现。我甚至在好多的场合当中，都听到徐长老因为他非常高亢、余音绕梁式的这种唱法，唱着他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让老歌唱得非常到位。也曾经在教会里面收灵团契，请他来表演，来高歌一曲的时候，他都非常乐意的去分享上帝所赏赐他的歌喉。当然，今天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高亢嘹亮的歌声。可是，我却可以在我的记忆里头，就不断的可以去回放他曾经跟在下、跟教会唱的几首记得下来的歌曲，里面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内涵。虽然他要告别他嘹亮的歌声，可是感谢上帝的是他告别嘹亮的他所熟悉的歌谣歌曲。可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件事情，他以后可以在我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个天家里头，他可以无止境的可以跟这位赏赐生命的主，所以每一天还可以跟这位主一同用他的嘹亮的歌声去敬拜。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天家天父上帝为徐长老预备的住处的那个房子角落有窗户的话，甚至我可以想象徐长老就在窗户旁边做2件事情。也许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大的兴趣，他做这件事情就在窗边向着看着他的家人，看着他曾经与他服侍的这个弟兄大声的演唱。
同时也做另外一件事情，我非常感恩的是，他可以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每一天就在他的窗边，除了敬拜之外，就在他的窗边，为着他的家人，为着他的姐妹弟兄，为着他的主人来开声祷告。这个论述，我们必须要回到罗马书第9章、第8章的34节。耶稣其实升天之后，他为我们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天天为我们祷告。同理，这位长老、我们的长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伴侣，他也从上帝一起为我们来祷告，一起来吟唱，在天家，即使他已经告给他嘹亮的歌声。第三个，我体会到这位前辈在我生命的当中带给我很深远的影响，诚如他影响他的家人一样，成为典范。我记得我刚结束树林那边的服事的时候，就被我们的中会兄弟是属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在结束了树林那边的服事之后，就被中会派到樟树教会来。那个时间在2005年，26年前的时候，那年非常的特别。那年樟树教会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教会几乎要被法拍了。非常大的事情，在那个阶段里头，徐长老担任教会的长老的职务工作。我好几次在主持会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年轻的菜鸟传道师，我就看着前面的这些长辈，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们都是长老，我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说话，因为太多声音了。印象里面很清楚的是，这位长老，离开的长老徐长老，在会议之后就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在私底下我会称他为舅舅，你跟着我的同学来，我称他为舅舅，我舅舅。”后来的话我就没有说下去，他就拍在我的肩膀，说：“你们就忍耐吧。”想到这一段，我其实是很想要哭。如果不是这位长辈的鼓励，当时很菜的苗村菜鸟传道师，也许就拍拍屁股就离开教会。虽然跟他服侍的时间非常短暂，进入到彰化教会2005年开始，06年我们教会就举行长职改选，可是那一波我们大约有10位的长老退任下来，许信茂长老是其中1位。可是各位知道吗？虽然许长老他身负的是长老的职务的位分，可是他爱主爱人的这个表现，却远远超过长老跟传道人的位分。好几次带着我在教会跟许多人有一些的交谈，我告诉我人生许多的哲理，比如今天对我上所说的，这位长老这位前辈基友对他人生的哲理的教导非常的深刻。我就在这位长辈的身上看到一件非常美好的生命，他的期待。对他的回忆只有好，对他的回忆只有鼓励，对他的回忆他总是带着微笑看着晚辈的我。虽然他要离开，他又离开这个世上，其实我也相信他已经去到天父为他预备的地方。同时，在这位前辈的身上，我也看到他嘹亮的信仰。
我真的很期待这位长老他相信的信仰，虽然他离开了，他告别了他嘹亮的信仰，可他的身影，可他曾经向我们说的话，仍然在继续。我真的期待，就是这位长老在今天的告别礼拜当中的我们的忧伤，我们听见我们父亲、我们前辈、我们长辈的生命的见证，按照圣经的优点，都是佳美的脚中。期待长老娘，期待志强、艾娜或是徐伟。责人力，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读过这么一句话：责人日已远，风言闪疏子，古道照人生。咱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那个利亚斯利亚，妈妈这些为上面的好的，我刚刚的好的。Yung maharatong rumita, dia hati ni kupa, lala nira itanan, hati ni kupi pakutsan nira itanan, hati ni kupi pasifana sira itanan hawi. Yung maharatong rumita hawi mulia sira itanan, yung maharatong rumita hawi, wata ko sila ang dapat siranan, wata kumikumin dapat siranan, ta. Yung maharatong rumita hawi, malayat rumita sarikata. Tahanan dah itu tu, tumi naribahan mira ataya dari 50.这个弟兄，我真的期待他的信仰是真是会影响到我。当我们一旦想起身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长辈。他怎么样努力在信仰这一块领域上面，他积极营的用他的生命去争取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长到了，求神帮助我们也学像他一样。正如保罗在圣经提醒我们的，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当我们想起我们的父亲、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兄长之后，我们也学像他一样，向他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所以他的告别他嘹亮的信仰，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我们参与这个告别礼拜，真的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而不是使他只是送他一程而已，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到这位神在深远的影响，而不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风闻有你，而是亲眼看见他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早在跟我一起来分享，当然其他要告别很多事情。我这三点，这三项告别他嘹亮的家庭，告别他嘹亮的歌声，也告别他嘹亮的信仰，的的确确也很深刻的烙印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昨天晚上在整理最后几天的讲章的时候，也整理我对他的一些的思念。我们就在我的书桌前面，就看着这边讲稿。我心中就有个祷告说：上帝，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请你帮助我，按照我所看到的、所学习到的，你让我可以从他一样，将来在告别礼拜的场上，我已经听不到了，我也看不到了，可是求你帮助人们在出席、在参与这场告别礼拜的时候，他们分享的不是
有多么丰功伟业，有多么会带领姐弟兄，有多么会建造教会，而是我的信仰到底带领参与出席，到底带来了如此样深远的影响跟意义呢？正如我坐在这个书桌前面，坐在电脑前面，我看的这份讲稿，它的意义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这里愿祈愿上帝在按照他自己的恩典，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成就张老娘、志强、安雅的兄妹，为他的家人、亲友们，在你身上所求所想。祈愿在今天上午听到上帝话语的人，在日常我们的经历中帮助。一起来祷告，就论这个。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要许长老，因为认识你，一生在你的引导之下，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人，甚至为他所爱的教会，有贡献信仰的作为。现在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继续恩待许长老的家人、家族、教会的姐妹弟兄，让我们跟许长老的信仰的传承与典范的脚中继续传承下去。天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上帝来同行。因为上帝，我们知道，如今许长老已经完成他在地上你所托付他的使命，他回到了天家，他甚至安息在主的怀抱当中。虽然我们真的悲痛不舍，许长老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爱的家人，也离开了他所爱的教会。可是我们实在相信，他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主他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主啊，你可以为他戴上那个公义的冠。天父，你就是生命的源头，你知道我们从你而来，也要回到你那里去。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求你继续赐福，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慰。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要特别为许长老所挚爱的家人来祷告。求亲爱的圣灵运行在许长老的遗族跟家人当中的每一位，继续安慰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也继续带领他们每一位的脚中跟所行所言在每一天。天父，我还要恳求你，再次临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引导我们。通过今天的礼拜，以及许长老他嘹亮生命的见证，帮助我们思想生命的意义跟结束。所以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透世上的万事，去看见真理的亮光，使我们无论处境如何，都能得到恩典、救赎跟帮助，好让我们的人生继续嘹亮下去。就如同这位长辈、长老、家人，他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之后将来都会继续传递下去，他为我们的帮助跟祝福。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耶稣
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永远永有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小老娘、志强及艾娜夫妇，主耶稣的话这样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给的不同。你们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愿耶稣赐给你们真正的平安。”Ini atas kanan ini mau aitan kakak semuaan kakak minta mama minta dan minta kadang nanai都这时间默想弟兄过去他的一生当中对你有什么一个指望或是盼望，因为这个时刻默哀心中。好了吗？请会众你站立。
哀谢，我们请许荣宏长老为这家属来做哀谢，感谢。很感谢我们班小朋友比较慢，还有小孩子，真的感动，很感动，目前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人生更好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谢大家来到弟兄姊妹，还有这里所有的教会，尤其是在现场的所有的为各位的各位同工们，长老，一直你们的这样的陪伴，尤其是牧师的同工，如果没有你们，这家真的是无所依靠，感谢神，对上帝真的是祝福我们的家和家长，都遵循上帝的话，这个彼此的关系，在外面越来到吸引他们祷告的心，谢谢大家。谢谢许长老的会员，把个少回来，全部会众站立，唱圣诗，分享。Kita os sai ka tulas ulah muama karayan atu ta helon ate he akdir du fong za ate mu yo mo su yesu chi da dong fei是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姐妹弟兄同在，特别与许金宝长老的家人长老娘自强爱娜远在大陆的美珍，他们全家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这时候，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原乡生命礼仪同时的讨论。各位许清宝长老、挚爱的家人，大家辛苦了。世界的疫情再怎么样的严峻，神依然保守。在今天，许长老的告别式，在家人、祭师、长老陪伴之下，我们走完了。我们知道家人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疫情结束了，可以在教会里面再办一场许长老的追思礼拜。我们把这个家人的愿望摆在心中，我们求神为我们开路。那今天整个的礼拜就要结束，
他是灵车会晚10分钟，因为他已经到三峡，正在回来的路上。所以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可以先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稍微准备好，灵车一到，等一下我们的区长老就直接上灵车。那家属是孩子跟媳妇和孙子在车上，跟着爸爸到三峡啊。那长老娘是要留下来，留下来。好，可能还有家人知道在哪。那牧师会上去的啊，会上去啊。那三峡火葬场那里，我们也是记得今天，我们记得今天。那以前我们还可以让工作人员等我们，那现在工作人员完全不等，那整个疫情的关系，他们紧张，我们紧张。今天整个礼拜真的谢谢我们的主要陈牧师，谢谢师母，谢谢教会的长老，也谢谢在这里所有的家人。最后长老也要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所有家人。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将主般的喜悦平安赐给我们长老娘，赐给所有的弟兄。那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在出发以前，我做着好话说祷告，因为在那个地方无法再停留，所以只能够就是到其他之后，就往里面送进去。我们在这段时间就做一个好话的祷告，可以吗？可以，一起来求来祷告。因为上帝奉耶稣的名，我再次来祷告。主，谢谢你在一路同在，谢谢你一直同在。主，谢谢你用你极大的恩典加给我们这边，保证我们在今天上午，果然看见遇到神你的同样的作为。也是谢谢你，特别在此刻，我们再一次为下一个阶段的火化祷告来宣告，主求你主差派你的天区的四维安营的整个团队从这里一路到三峡火葬场。主，我们知道疫情非常严峻，我们甚至不能够做一个短暂的停留，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方主的名来宣告，说再一次因着你的复活的包我们的生命，也再次来引领这位说我们挚爱我们的家人，挚爱我们的同工，挚爱的说地图上的勇士，在向现在感恩，愿将来在复活的时候，说我们再次来前来相见，再一次来得着你主天的荣耀。谢谢耶稣，你祷告是奉主的名，阿门。Batas punah tegak, upikir lima kancias, tak ayai kapisut upa feli, kisuan to pingan. Cipatas punah tegak, upikir kancias, tak ayai kabisut ku pafeli, kisuan to pingan. Cies pafli ai kepinan, soli ai abin ancies, tak ayai kabisut lalu manu farutu ku pavuli yes ku pingan.
yai ka besu i lalu makno falutu ko pa ni Yesu